今集嘅隊形係船長堡同爆破斯克拳。我最怕護士，邊個唔怕喎？佢哋去終點站做乜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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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殺接殺了他們，我有一個炸彈，送俾你，結果送唔到。我想送俾佢，結果送唔到。送俾，結果自己俾他攞到。我哋呢度咁龍玉聲，滴滴滴，嗒滴滴，脂肪多過豬肉，豬肉多過脂肪，弊啦，開殺絕對會打死我，再殺。Joker double kill I not like you 害羞 No やめてくださいませ I am 靚仔老大我真開殺每次都打擊我開殺每次都中意打擊我咁遠，呢個海殺最短嘅刀氣。海殺好恐怖大姐，你不要嚇我可以嗎？我給個星星你不要嚇我。開殺無情咁樣將我掛上飛，我3號船開殺你冇想到係咁樣嘅人，你係咁樣嘅人，咁樣嘅人啊！你係個老哇！啱啱個嘢飛過咗，好恐怖啊！海殺，認真。好彩佢唔係追我唱歌好難聽，好難聽啊！旅途こんにちはこさいまこんにま
攞走佢朵花咩？我們的煲湯好會流貴，流貴到高，驚到冇朋友。我們見到呢場戲啊，簡直就係完美的戲，完美的戲。轉錯咗我嚟救你了，只要我們畫完妹，直接跳過畫眉部分，如有不足請留言多講。有人受傷即刻回播，直接跳到去有人受傷嗰部分啦。媽咪。直接去救佢，直接攞起。喂 ，hello， 直接偷人，開船啦！天氣熱，故事裡有保羅尼，個 Coco 飯，Elefando Bombardino no， 開殺佢一定揾唔到我，開殺佢絕對揾唔到我，可憐的我第四集啊，可憐的我第四集啊，可憐的我第四集第四血很小啊，最後爆斷愛心攻擊 no， 佢講你讚我嗰陣時都冇畀個心我，可憐的我第四集已出播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